秋功過，問誰決定？歡迎收睇《地球大神秘》，我係鄭子誠。大家好，我係吳幸美。係啦，幸美啊，你認為呢個世界上邊最不可或缺嘅物質有啲咩啦？空氣同水啊。中，水係一個相當熱門嘅答案嚇。科學家研究顯示咧，人如果冇水飲啊，最多連續1個禮拜就會死亡㗎啦。海水咧雖然係無法止渴啦，但係對整個世界嘅重要程度咧，可以話係超乎想像嘅。地球有70%嘅表面啊，都係被海水覆蓋。更加重要嘅係，海水有吸收太陽能同埋二氧化碳等調節氣候嘅作用，加上海水可以製成各種生物不可或缺嘅鹽。另一方面咧，海水將世界各地嘅陸地分開。喺飛機未出現之前咧，如果要越過海洋去到另一邊陸地咧，就必須要依靠船隻。不過，世界上曾經出現過無數神秘沉船事件，有啲案例咧，甚至乎係人同船啊都一直失蹤，成為不解之謎。到底點解由海水形成嘅澤國會出現咁多神秘事件嘅呢？我哋地球大神秘嘗試為大家逐一拆解。對於人類嚟講，海洋可以話係不可或缺，但同時又係難以駕馭嘅天敵。海洋覆蓋地球嘅總面積大約3.61億平方公里，大約係整個地球嘅71%。因此，當人造衛星拍攝到嘅地球相片，海水藍就成為最主要嘅顏色。但係海洋到底點解會出現呢？世界各種宗教同文化對於海洋同河流嘅起源有唔同嘅講法。中國古代神話就話，水神共工同火神祝融爭奪天地之位。共工戰敗之後發怒，於是就撞向支撐天地嘅擎天柱，令到天地失衡，無數江河之水就流向人間，形成一片汪洋。印度教同中東美索不達米亞神話就不約而同將水視為神聖，係孕育萬物之源，甚至認為具有掌管水嘅神明。聖經就記載，上帝喺世界開始嘅第一日創造天地萬物，水亦都係其中之一。上帝嘅靈唔單止運行喺水上面，仲喺第2日將水分開2半，一半喺天，一半喺地。第3日就將聚喺地上面嘅水稱為海，並且喺第5日表明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而喺聖經之中最早提及船，就喺創世記第6章。當時由於人類世界充滿罪惡，上帝決定降下大洪水毀滅世界同人類。自從人類掌握船隻製造技術之後，要越過江河甚至乎海洋去到遙遠嘅彼岸，唔再係不可能嘅任務。海上航運嘅發展令人同貨物嘅流動範圍大幅增加，為人類世界發展帶嚟極大嘅衝擊。不過對於人類嚟講，洪水猶如難以預計嘅猛獸，隨時一個急浪就會令到船隻沉沒，無數生命就會被無情嘅波浪吞噬。於是喺15世紀之前，船隻嘅活動範圍只係局限於所屬區域嘅附近。如果要遠行，陸路運輸先至係主流。不過隨住造船技術不斷咁發展，又加上巨大嘅經濟誘因，以及人類對未知世界充滿好奇，造就咗由公元15世紀開始爆發大航海時代，將人類歷史大幅改寫。當遠古時代嘅大部分民族都揾到棲息地之後，都只會喺附近一帶活動。就算喺距離而家2000幾年前嘅漢朝，就已經有絲綢之路貫穿歐亞交通，不過都只限於陸路。後來由於無論亞洲定歐洲都充滿各種戰亂，陸路交通嚴重受阻。就算能夠開通，都係因為絲綢貿易長期被途中嘅阿拉伯人同意大利商人壟斷。以西班牙同葡萄牙為首嘅歐洲國家，為咗尋找更直接嘅通商路線，於是展開革命性嘅海上探索。大航海時代就係喺呢一個背景之中爆發。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率領歐洲船隊首次繞過非洲最南端好望角。10年之後，另一名葡萄牙人達伽馬成功開闢歐洲直達印度嘅航線。另一方面，喺意大利境內出世嘅哥倫布喺1492年首次登陸美洲，將美洲納入現代人類文明版圖。而另一名航海家麥哲倫就喺1521年率領歐洲艦隊首次越過太平洋到達亞洲。雖然麥哲倫喺菲律賓不幸喪生，不過佢嘅艦隊最終能夠返回歐洲，完成人類史上首次環繞地球一周。
大航海時代大幅改變人類歷史，除咗證明人類生活嘅地球係圓球體，亦都大幅拉近世界各洲人類同貨物嘅距離。更重要嘅係，早已經喺歐洲落地生根嘅基督信仰，隨住海運發展而傳遍世界，改變全世界無數人嘅命運。專業航海人士一年大部分日子都好可能係喺海洋之中生活，所以海洋對於佢哋嚟講，既係家，但亦隨時係致命殺手。天氣變幻莫測，隨時引嚟狂風巨浪，為船隻帶嚟致命嘅威脅，因此造成無數嘅海難事故。喺呢個世界歷史上邊，就有一啲海難事故出現難以想像嘅神秘謎團。例如有一啲海域會出現船隻神秘失蹤事件，有啲係隻船揾得返，但係船員就消失晒；而又有啲咧，直頭係連人帶船完全人間蒸發，成為不解之謎。俗語有云：行船跑馬三分險，因此涉及國際規模嘅海上運輸行業，對從業員嘅要求亦相當嚴格。所有海員需要至少3至5年嘅實習同考試，獲得專業資格，先至能夠喺國際級船艦工作。雖然喺公海航行嘅船艦都係由經驗非常豐富嘅專業人士航行，但係如果進入神秘領域，隨時好可能一去不返。喺北滿神秘謎團嘅沉船事件，主角就係鐵達尼號。呢艘由英國出發到紐約嘅巨型輪船，航行咗5日之後就沉沒，造成咗超過1500人罹難。最初調查指事件起因係撞向冰山，但係真相原來埋藏咗喺超過3700米深嘅海底超過70年。然後鐵達尼號嘅殘骸喺1985年終於被發現，科學家從殘骸之中先至揾到更加多相關嘅資訊。例如科學家從打撈上嚟嘅船鋼板，發現當中含有好多硫磺夾雜物，會令到鋼板喺低溫海水之中韌性大大降低，從而變得非常脆弱。因此，當船隻撞冰山嗰陣，鋼板唔係被割裂，而係好似玻璃咁碎裂，造成多處不規則破口。有科學家喺2022年使用3維掃描技術，耗時200小時，從多角度拍攝超過70萬圖片，生成精確嘅3維模型，發現船底出現多個 A4 紙大細嘅窿，導致6個水密隔艙入水而沉沒。而鐵達尼號沉沒嘅另一個謎團，事發當日天氣晴朗，但係點解竟然察覺唔到前路有冰山？事後調查發現，負責觀察冰山嘅人員竟然冇使用望遠鏡，只係靠肉眼觀察。原因係鎖住望遠鏡嘅儲物櫃鎖匙，卻喺開船之前臨時被替換船員帶走。與此同時，有專家指出，當時鐵達尼號處於寒冷嘅拉布拉多洋流以及溫暖嘅墨西哥灣流交界之處，從而極可能產生罕見嘅冷海市神流現象。冷海市神流會將遠方嘅黑暗背景影像從天空反射到冰山前面嘅水面，將冰山影像完全掩蓋。觀察員只用肉眼觀察，視線更加會被欺騙，最終造成意外。呢一切真係巧合咁簡單？船隻遇上海難並非罕見，不過其中一個神秘之處就係有啲船艦竟然喺沉沒咗超過1000年之後再度重見天日，並且喺當中更加發現到埋藏1000年嘅歷史秘密。1901年，一群漁民喺希臘安迪基西拉島附近海域發現呢一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嘅船，並且喺船入面揾到最早於公元前4世紀嘅雕塑、硬幣以及各種嘅物品。其中一件最震撼嘅係安迪基西拉機械裝置。呢項發現直至今日仍然被公認為已知最古老嘅複雜科學計算機裝置。科學家研究指出，呢種裝置除咗可以計算日月又或者行星等天體位置，甚至可以計算古代奧運會舉行時分。專家推測呢一個裝置嘅製造年代大約喺公元前150至到100年之間，而類似嘅複雜工藝技術嘅歷史文獻記載，要去到接近1500年之後嘅14世紀，歐洲製造天文鐘之後先至重新出現。咁到底點解呢個裝置會喺船隻上面出現？又點解會喺面世之後接近1500年之間，世上都冇再出現咁精密嘅機械裝置？而呢個秘密又埋藏咗超過2000年先至再重現，到底想帶俾世人乜嘢信息？呢啲全部都仍然係謎。茫茫大海對於人類嚟到講，仍然有數之不盡嘅奧秘。船隻神秘失蹤，縱然重現，但船員去向不明。
咁到底係喪生喺大自然之中啊，定係已經被殺害，還是遇上超自然神秘事件？嗱，呢啲一切都仍然係未有答案嘅謎團，值得我哋繼續去探索個中真相。當人類認為所有事物都可以靠計算、準備而去掌握，但係仍然都難敵從大自然而嚟嘅浩劫。一個巨浪就可以令到人同船隻覆沒。聖經就提及過耶穌擁有就能夠平靜風浪嘅能力。當人嘅能力有限，甚至因為巨浪而驚慌嘅時候，依靠耶穌可以安然度過。當人生遇上狂風巨浪，你又想唔想有耶穌陪伴你度過呢？千秋功過，問誰決定？嗱，喺我哋一般認知之中咧，大部分海洋大神秘事件都係發生喺歐美地區。喺上一節，我哋從大航海時代去到近代嘅百慕達三角洲、鐵達尼號沉船之謎，以及從歐洲、亞洲及澳洲探討各種海洋大神秘。相對嚟講，中國歷史之中類似嘅記載或者傳說似乎唔多。不過，原來中國都有好多海洋大神秘係超乎我哋嘅想像。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人就以自給自足嘅農業為立國之本，家鄉嘅幾畝土地可能已經係佢哋認知嘅整個世界，從而缺乏渡海遠行嘅誘因。加上對海洋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對於古代中國人嚟講，海洋係必須敬而遠之嘅洪水猛獸。不過喺2002年就發生咗一件事，就將以上嘅迷思完全打破。喺浙江省杭州市嘅跨湖橋遺址入面，考古專家竟然發現咗一隻長5.6米、闊53厘米、深20厘米、近乎完整嘅獨木舟。經過碳14測定之後，推斷呢隻獨木舟可能係超過7600年前嘅產物，亦好可能係世界史上現存最古老嘅船隻。而且更加不可思議嘅係，呢一隻獨木舟並唔係只係純粹嘅木船。考古學家發現喺船體凹入去嘅位置有多條支撐橫木嘅痕跡，顯示中國人喺遠古時代已經掌握造船同埋加工嘅技巧。而浙江地區喺遠古時代被視為蠻荒之地，卻已經掌握到呢一啲知識技術。咁住喺黃河流域嘅遠古中國人，又會唔會喺幾千年之前就擁有更高嘅知識水平呢？去到公元前11世紀滅亡嘅商朝，呢個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信史開端嘅時代。歷史學家推測，商朝嘅統治範圍其實只係得黃河同長江之間嘅華中地區。不過喺美洲大陸，近年竟然有人發現疑似商朝文化曾經落地生根嘅痕跡。1955年，美國考古學家喺墨西哥拉本塔嘅一個神廟祭祀坑之中，發掘出16尊翡翠同蛇紋石雕刻小人像，以及6塊玉龜。呢啲文物源自公元前12世紀高度發展嘅奧爾梅克文明。著名嘅瑪雅文明就係源自奧爾梅克文明。點解美洲大陸嘅遠古文明會同商朝有關呢？耶魯大學考古學家科爾喺60年代發表著作，指出呢一批奧爾梅克文物竟然帶有強烈嘅殷商文明嘅色彩。而且奧爾梅克文明喺公元前12世紀左右出現，當時正好就係周武王討伐紂王，令商朝滅亡嘅時候。商朝遺民之後坐船逃難，不過因為一啲大災難，竟然將商朝遺民帶到去美洲大陸。而呢啲大災難喺中國古籍以及近期嘅科學研究都有相關記載。於是考古學家推測，呢一班商朝人從此喺中美洲落地生根，並且建立奧爾梅克文明。呢一個說法後來有更多專家提出佐證。美國考古學家梅格斯提出，奧爾梅克文明同商朝文化有唔少共通之處，例如非常崇尚玉石，甚至認為玉石有神聖宗教意義，所以係使用大量玉雕作為陪葬品。而且兩個文化都有強烈嘅猛獸崇拜現象。商朝文化有拜虎嘅圖騰同青銅器紋飾，奧爾梅克文明就以崇拜美洲豹作為信仰核心。去到1990年代，華裔學者許輝等人甚至提出喺奧爾梅克文物上面收集接近150個雕刻符號，當中竟然發現類似甲骨文嘅記載，進一步支持早於3000幾年前華夏民族已經去到美洲大陸嘅論點。
不過呢一套因人東渡美洲論一直未受主流考古學界同歷史學界嘅認可，甚至備受質疑。反對論者認為喺奧爾梅克文物上面雕刻符號，好可能只係屬於嗰個文明嘅神明圖騰一部分，只係因為文物損毀令到圖騰形象受破壞，先至被誤以為係甲骨文。而最先提出奧爾梅克文明可能同殷商文明吻合嘅科爾，經過多年研究之後，亦都推翻自己當年嘅講法，甚至強調奧爾梅克人嘅基因同亞洲人完全唔同，奧爾梅克文明同商朝人係完全無關。時至今日，因人東渡美洲論仍然有唔少人支持或者反對。中國人航海技術係咪喺3000幾年之前已經厲害到可以橫渡太平洋呢？遠古美洲文明係咪同中國人有關嘅呢？就算冇關，兩個地理位置相隔咁遠嘅文明，竟然有咁多相同之處，係咪都源自同一個智慧源頭呢？呢啲一切都仍然係謎。直到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咗鞏固所有領土嘅統治力量，以及令更多鄰近地區嘅國家同埋部落嚟到都城咸陽朝貢，並且表示臣服。咁於是咧，中國航海歷史就開始有顯著嘅發展啦。秦始皇結束戰國時代，建立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嘅帝國之後，除咗制定全國統一文字及度量衡等對中國文化影響極之深遠嘅措施，同時亦都大力推動造船業。1974年喺廣州越秀山附近進行基建工程期間，竟然意外發現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規模最大嘅造船工場遺址。當中發現至少3個平衡排列、長度超過100米、用作支撐同建造船隻嘅木質造船台。而喺附近亦都出土咗鐵製造船工具，以及秦半兩錢同漢代初期通用嘅4銖半兩錢，證明呢一個造船工場至少喺秦到漢初時期都有使用，而且當時已經可以批量生產長30米、闊8米、載重量達50至到60噸，可以容納幾百名全副武裝士兵以及裝備嘅平底木船。1700幾年之後，哥倫布抵達美洲大陸嘅3艘船艦之中，較細嘅2艘尼尼亞號以及平塔號，載重量亦係50至60噸。喺完全冇現代機械嘅公元前3世紀，需要極高工藝水平先至可以做到咁大型嘅船。但呢啲智慧到底喺邊度而嚟嘅？確實難以想像。講到秦代最大嘅航海之謎，肯定係徐福率領嘅船隊，到底有冇去到日本呢一個傳說故事？公元前219年，本身係江湖術士嘅徐福，當知道秦始皇希望追求長生不老之後，就上書話海洋之中有蓬萊、方丈同瀛洲3座仙山，山上有神仙居住。秦始皇聽到之後，就派徐福率領幾千個童男童女出海尋仙。徐福嘅船隊出海2次，唔單止冇收穫，反而仲喺第2次一去不返。徐福嘅船隊到底去咗邊呢？三國志話佢去咗善州。但係善州確實位置呢，卻冇相關記載。有人話可能就係台灣或者琉球群島。而唐宋年間嘅書籍以及14世紀日本神王正統記就認為徐福喺日本登陸，而家喺和歌山縣甚至有徐福墓。不過目前仍然未有任何相關出土文物能夠證實徐福曾經去過日本。近年甚至有中國學者指出，吳人外國圖提及善州去琅琊萬里，琅琊即係目前山東省同江蘇省之間嘅沿海地區，所以徐福去到嘅善州其實係更加遠嘅美洲大陸。雖然徐福東渡美洲說喺學術界支持者唔多，不過凡事皆有可能。而到底徐福係去咗台灣、琉球群島定係日本？定係其實佢同船隊一早已經喺太平洋一帶遇難，2000幾年之後嘅今日仍然係一個謎。中國歷史去到漢代，經過幾百年戰亂之後，終於能夠建立長期穩定嘅社會。喺海上航運技術喺漢武帝時代更加有重大嘅突破。漢朝喺公元前202年統一天下之後，中原地區得到接近70年嘅休養生息。去到公元前2世紀後嘅漢武帝時代，國力去到最鼎盛嘅時期。漢武帝為咗解除嚟自匈奴嘅威脅，於是派張騫出使西域。雖然未能夠拉攏西域所有國家組成對抗匈奴嘅聯盟，不過就因此開拓咗陸上絲綢之路。
除咗北方有匈奴呢個強敵，當時南方亦都有南越國為患。由於南方以船艦作為主要交通工具，所以漢武帝就喺長安城開鑿方圓40里嘅人工湖昆明池，並且建造數以千計嘅流船。根據《漢書》記載，流船高達30米左右，有爐、飛爐同着室等多層建築，每艘可以容納幾百個士兵進行水戰，並且設立以流船將軍為首嘅專門水軍將領編制。結果喺公元前112年，流船將軍楊僕率領10幾萬水師，一舉平定南越國。3年之後，楊僕再次率領5萬水師，乘坐幾百艘流船，橫渡渤海，遠征朝鮮半島。去到公元42年，東漢伏波將軍馬援遠征交趾，即係而家嘅越南北部，就已經能夠動員超過2000艘戰船，可見漢代嘅海上運輸發展已經比想象之中發達好多。如果你都想了解呢一方面更多，歡迎打嚟人生熱線81008012，我哋會喺節目播放後3小時內接聽大家電話㗎。另外，如果你都想成為謎團探索者一份子，又或者有謎團想分享及解開，歡迎透過地球大神秘研究所 WhatsApp 同我哋聯絡，以及發送相關嘅片段或者相片資料俾我哋㗎。下一集地球大神秘再見，拜拜。地球上有不解怪異之事物，星空的遠處是誰在引導？尋找當中的偉大。